恒指一度跌到1個月以嚟最低，全個星期計跌700幾點。本港第二季經濟增長得4.2%，遠低過預期，按季更加錄得負增長。今屆跌勢持續，相關股份急挫，至今成為跌幅最大嘅國指成分股。歡迎收睇大行報告，我係梁靜文。咁先睇睇今日嘅重點報告啦。咁下個星期公布業績嘅和黃啦，逆市做好。咁德意志建議由長實換馬至和黃。咁德意志相信和黃好大機會趁淡市出擊，進行更多嘅收購。咁佢哋維持買入評級，目標價86蚊。咁之後我哋會講下資源股方面啦。咁安徽海螺咧喺公布業績之後啊，咁瑞信維持跑贏大市嘅評級，咁認為水泥價格每升5%啦，咁安徽海螺嘅盈利就會多2成。咁佢哋俾嘅目標價好高，成75蚊㗎。咁跟住仲會講下富力啦，咁公布業績之後啦，發巴將目標價調低到10.6，咁評級咧只係減持。咁大摩雖然繼續建議增持，咁但就將目標價咧調低到19蚊。咁而雷曼就話業績令人失望啊，咁調低咗盈利預測嘅。咁喺睇報告嘅詳細內容之前呢，我哋先總結下今日個市況啦。咁港股啦，下晝咧個跌幅咧係擴大咗㗎，咁一度咧仲跌穿埋21,000點添。咁恒指啦最多咧就係跌398點，跌到20,994點㗎，係1個月以嚟最低。恒生指數收市係報21,160點，跌232點。咁全個星期計就跌咗725點。即月期指收市報21,021點，大幅低水140點，成交75,000幾張。咁跟住再睇埋國企指數方面啦。咁下晝嘅跌幅咧，亦都係擴大咗㗎。咁最多咧跌154點，跌到11,097點。咁國企指數收市係報11,170點，跌81點。全個星期就跌咗572點。咁至於港股全日成交咧，就有489億。詳細嘅市況由廖淑明報導。成交又縮到唔夠500億，散戶都冇晒心機，情願睇奧運。哇！跌成300幾點喎，有冇諗到㗎，諗到。個市唔定嘅都係會咁噶啦，玩個短線波幅咯，短線波幅唔掂嘅咪要止蝕咯。預咗要跌，因為擔心經濟差，下晝仲跌過398點。咁好彩美市力撐，跌200幾，21,000守翻住。成個星期得1日升過，恒指累積跌700幾。依家全球嗰個投資嗰個焦點就擺喺個經濟放緩呢個焦點上邊，而呢點嘅發展呢，我相信都好大機會會符合市場嘅預期嘅。短時間港股都好難會有一個明顯嘅大嘅反彈，而且呢，只要反覆都仲會試一試低位。出口市場陷入困境，富士康跌近1成，係跌最多嘅藍籌。利豐斯捷連跌3日，歐元散同德國經濟疲弱都係沽貨原因。擔心聯儲局加息，下一輪派業績嘅地產發展股全線向下，順至跌過3%。港交所跌足4日，一度再次失守100蚊。中移動亦都將上日嘅升幅差唔多完全報銷。一如預期，星期四資源股只係技術反彈，金價油價跌，相關股又跟住回。中海油11蚊失守，至今回翻7%，半年賺多1倍嘅馬鋼都要跌6%。資金反而追入大行，估計有新收購嘅和黃，逆市升2%。有線電視記者廖淑明報導。本港第二季經濟增長4.2%，係遠低過預期㗎，咁更加係03年沙士之後咧最差。咁按季啊更加錄得負1.4%增長。咁政府承認高增長期咧已經過去啦，咁但係就維持全年經濟增長預測。咁不過通脹預測咧就會調高咗。由顧志君報導。出口、消費、投資增長全線放緩，第二季本港經濟增長遠低過預期。4至6月份本港經濟按年增長4.2%，數字係03年第3季以嚟最低，亦即係話沙士之後最差。香港經濟經歷過長時間嘅快速擴張之後呢，嗰個增長嘅速度呢，喺今年第二季開始出現一個放緩。咁亦都顯示到全球嗰個經濟放緩嗰個影響咧，進一步影響到香港同埋即係我哋周邊嘅地區。
咁雖然經濟增長低過預期，但係政府維持全年經濟增長4%至5%嘅預測。但係通脹壓力就比預期大。咁第二季本港通脹達到5.7%，全年嘅預測方面，政府將計埋各項嘅舒緩措施在內嘅綜合通脹預測由3.4%調高到4.2%，主要係反映租金升幅擴大。咁睇翻各個主要嘅環節表現，第二季本港出口增長大幅放緩到4.4%，咁投資增幅減半，只有4.3%。咁近年帶動經濟增長嘅私人消費開支亦都放緩至3.1%，按季更加跌1.6%。政府承認經濟環境不景對本港有影響，幸好係第一季經濟增長高，咁全年相信可以達到增長預測。有線電視記者顧子君報導。咁拖低本港經濟增長嘅元兇咧，咁主要係出口同埋消費啦都轉弱啊。咁內部消費啦更加係連續2季按季出現負增長。咁有本港嘅廠商話，而家嘅情況咧係陷入嚴冬。咁而內部消費轉弱，亦都令市民減少開支。朱嘉怡報導。呢間專做中高檔廚具嘅廠商，最近接嘅美國訂單急跌之餘呢，就連中國同埋日本市場嘅生意都一樣係縮。而家呢個差嘅時期呢，就都未有咁快過，咁所以我唔敢講話係咪最差嘅時期，我哋會係遇到一個非常之大嘅壓力啦，令到我哋不單止話係無利可圖，甚至可能會有少少虧損嘅。睇返本港幾個重要嘅出口市場，日本第二季經濟倒退7年嚟最差，歐洲13年嚟首次倒退，而美國呢一樣都係陷入喺衰退嘅邊緣。靠內需一樣都係唔掂，6月份出口到中國市場倒退7%。出口作為本港經濟嘅重要命脈啦，唔少廠家都希望可以盡快走出谷底，接翻多啲訂單啊。不過有分析員就估計啦，目前嘅困境啦，要至少去到出年第2季咧，先至有機會改善。冇咗出口一大支柱，仲可唔可以靠消費撐住經濟？呢間百貨公司就發現，由5月開始咧，市民嘅消費審慎咗，好似和牛呢類高消費嘅產品，賣成300蚊塊，最近就賣少咗2成。經濟唔好嘅時候，客人選擇會審慎咗。聽到好多我哋嘅行家喺其市場外邊聽得到翻嚟，好多都係一啲令人有少少沮喪嘅一啲嘅消息。唔同嘅人嘅講法就唔同啦，但係跌幅係由講緊10% 至到40%不等。佢話通脹升得勁啦，只係打擊消費嘅元兇啊，唯有就係改變策略，主攻必需品，希望保持住生意。有線電視記者朱嘉怡報導。咁跟住講下和黃啦，咁德意志咧建議由長實換馬至和黃，咁估計佢哋有新嘅收購機會。德意志相信和黃3G 業務出年啦，咁長建公佈業績之後啦，咁花旗將目標價調高到40個半，咁評級係俾買入，咁認為市況波動，長建會跑贏大市。花旗睇好，咁但就對股價都冇支持喎。咁長建啦係由升轉跌啦，咁最多啦係跌過4%㗎。咁收市咧係報35個半，跌1.9%。咁至於港燈咧都越跌越多，咁低位喺49個2毫半。港燈收市係報50蚊，跌1.6%。美元強勢，咁拖低金價啦，跌穿800美元。咁期貨業人士預計金價短期啦會跌穿700美元水平。咁大行高盛咧亦都調低金價嘅預測。黃佩琪報導。美國通脹升到17年半以嚟最高，刺激美元匯價上升，加上市場憂慮美國經濟疲弱，已經波及到歐元區嘅經濟下滑，會減少對商品嘅需求，都對油價以及金價等商品價格繼續構成壓力。繼紐約12月份期金下跌2%之後，金價喺亞洲市場進一步受壓。紐約期金同上個月初嘅大概980美元比較，回跌接近2成。現貨金跌穿800美元水平，係舊年12月以嚟最低。有期金業人士預期金價上升週期已經完結，短期有機會下試680美元水平。短期嚟講咧，金價個上升週期嚟講咧，已經係完全跌破晒㗎啦。咁特別嚟講咧，美元啦，個美匯指數升到78呢個水平啦，已經突破咗06年以嚟嗰個下降趨勢啦。喺美元上升之下咧，金價咧喺未來咧呢幾個月咧嗰個表現嚟講咧，都會比較疲弱一啲，有機會咧直接跌破770之後咧，有機會去到咧680美元一盎司。投資銀行高盛發表報告指，由於美元匯價轉強，因此調低對金價嘅預測。未來3個月嘅金價預測由每盎司890美元下降去到745美元，6個月同埋12個月嘅金價預測就分別下降去到810同埋740美元。有線電視記者黃佩琪報導。
咁紫金礦業